是安尼議題來看，除了苯便秘、風波以外，即陣仔呢，佮傳出這裝食品的紙盒仔有熒光劑的問題。彰化兩間大型的紙盒仔工廠呢，是互人質疑有含熒光劑的成分。衛生局是表示講，目前已經立案調查，當咧進一步釐清。民眾食鹹酥雞、煎雞肉，袂少店家上紙盒仔底，毋過即陣有民眾投訴，彰化兩間大間的紙盒仔工廠生產的紙盒仔若像熒光劑，引起民眾對食品安全的顧慮。正常如果有含高含量的熒光劑，會是呈現像這樣，就是很強烈的藍紫色。那正常沒有含量的時候，正常的便當盒都是微弱的淡藍色。民眾表示，因是咧做紙盒仔市場調查的時陣，意外發現彰化兩間紙盒仔工廠出產的部分紙盒仔若像熒光劑，嘛家己送 SGS 檢驗結果顯示有驗出熒光晶白劑，隨向彰化縣衛生局通報，互人指控的兩間廠商攏無直接回應，敢若提供檢驗報告，表示產品符合規定。本案已經入案，那目前是稽查辦理中。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規定，紙類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檢出熒光增白劑。熒光增白劑本身它是化學的成分，對身體上會有一些負擔。那我們這個案件調查結果一定會依食安法來辦理。彰化衛生局表示，佇7月初6接到民眾通報，初9立案。根據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》第17條規定，底食面的紙盒仔、紙殼啊，袂當有熒光劑。若長期或者是過量甲熒光劑食到腹肚，可能會有慢性的代謝問題，嘛可能會造成肝臟的負擔。目前這案也閣咧調查，後續的依照食安法的相關規定辦理。記者楊淑晴，彰化報道。